紀大咗，好多嘢都唔敢食，蟹、龍蝦，仲有野味嘅豬骨同埋切雞。62歲嘅梁先生話：呢啲都係佢以前嘅最愛，但係近年就好少食，連食車仔麵叫餸都要諗清諗楚。豬手啦、雞翼尖啦，雞翼都避免啊，暫時都。仲有係啲牛腩啲牛筋，食啲魚腐啊、魚蛋啊、雲吞啊嗰啲軟性嘅食物。佢戒口唔係因為怕肥怕三高，啲大牙入邊咧，口腔啲大牙咧，上顎同埋下顎咧都崩咗，即係有啲甚至好似一半。梁先生一直都以為自己啲牙冇太大嘅問題，直到有一次食白切雞咬裂咗隻牙，去睇牙醫嘅時候，先至發現至少4隻牙崩牙嘅情況都比想像中差。早啲講唔殺到埋身，就唔去處理咯。係之前知道㗎啦，啲問題係崩咗㗎啦，咁啊冇痛。冇特別嘢咁啊，擺低先啦。有時就因為揾固定嘅牙科診所又困難啲，同埋自己又要返工咁樣，好多時都唔係話夜晚放工後有㗎嘛。1年幾前，梁先生的起心肝去牙科醫院掛號，接受咗杜牙根、牙套等嘅治療。早晨啊，梁生，我哋又見啦嚇，請坐嚇。咁我今日再同你用個掃描器，咁幫你睇一睇個牙，做翻個記錄咁樣樣。港大牙醫學院臨床副教授林宇恒本身係修復齒科嘅專科牙醫。佢話：大部分需要接受做牙套、鑲假牙等修復治療嘅病人，通常都係因為飲食習慣同埋蛀牙、牙周病等嘅疾病而影響牙齒健康。牙啲礦物質咧，如果我哋有酸食嗰啲咧，其實會令到啲牙咧會軟咗、腍咗，跟住你再咬佢嘅話咧，其實就會容易啲會爛嘅。譬如我中意飲檸檬茶嗰度飲，檸檬茶要小心。只要微調飲食習慣，及早治療，呢啲問題好多都容易處理。但係佢話現實中有唔少人都會延誤治療。咁如果你話真係唔能夠減少嘅，咁就用飲管。好多佢哋就會係驚個治療好貴，佢哋真係要去到好後期，啲牙好痛啊，或者真係啲牙鬆晒，咁先至佢哋會去睇牙醫。睇牙嚟講，如果係蛀牙，我哋未必所有蛀牙都需要補嘅。咁其實補嗰個窿其實都可能係幾百、1000、1、2000，咁最多係咁樣樣咯。咁但係當如果個情況去到好後期嘅，杜牙根都可能要差唔多幾千1萬啦。隻牙嗰度我哋都要幫佢做個牙套去保護翻佢嘅，都可能要成萬幾2萬蚊一隻都未定嘅。定期睇牙會其實係將來係幫大家市民係慳到錢同埋慳到個時間。牙醫建議，一般人每隔半年至1年就要洗牙同埋接受檢查。不過，衛生署嘅調查發現，本港只係得7%嘅成年人有口腔檢查嘅習慣。前年亦都有立法會議員公布調查，話近60%受訪嘅基層長者表示，因為診金過高而唔睇牙醫。睇返衛生署牙科診所嘅資料，街症只係處理止痛同埋剝牙，除咗合資格人士，例如公務員同埋家屬等等，一般人需要洗牙、補牙、鑲牙或者拆除牙橋等嘅治療，就要去到私營診所求醫。即使能夠負擔，可能都係要等。截至前年年底，全港只有2876名註冊牙醫，即係每1000人平均只有0.37個牙醫提供服務。
let's have a review of our current study, the progress. We have done two things. One is the on-site check-up with 我哋嘅團隊其實就希望用一個簡單，可以真係可以我哋叫做接地氣嘅方法，可以幫得到市民。So we need to collect more posterior data. 林宇恒話：大約2-3年前，佢嘅團隊留意到人工智能技術漸趨成熟，於是就開始訓練電腦分析牙肉健康嘅問題。團隊收集咗500幾位病人嘅口腔照片，並且邀請專業嘅牙醫標記牙肉有邊啲位置有發炎等嘅問題。人工智能透過呢啲資料學習分析，而家嘅準程度達到90%。其實醫生嗰度佢定期檢查都係需要嘅，但係因為定期檢查都可能有半年啊，或者係年中間。咁但係中間嚟講，有我哋呢個金 AI 呢一個人工智能系統啦，令到佢哋個口腔衛生意識係加強，同埋佢哋慢慢培養翻個習慣。呢一個系統又可以點樣應用呢？我哋嘅諗法咧就係我哋用一個平板電腦啦，只要有上網功能，咁我哋嘅義工啦，或者我哋嘅醫護團隊咧就可以去接觸到唔同嘅社區啦。其實只要撳一個開始測試啦，其實就喺嗰個影相機個功能已經啟動咗啦。咁佢入邊有個牙形嘅模組喺度啦，只要對住長者嗰個牙，咁我哋就可以影到張相。咁我就可以有個示範，就我哋之前影落嘅相。透過 AI 分析咗，就又用個紅綠燈去標誌啦。咁有紅色、黃色同埋綠色啦。咁紅色比較危險嘅，代表個牙肉嗰個健康就唔係太夠乾淨。咁呢個就要我哋嘅市民要用戶要做得好啲。綠色嗰度就係健康嘅。咁啊黃色嗰邊都開始發現有少少問題。咁佢哋就要刷牙嗰邊就要再注意翻咯。呢一日，林宇恒帶埋大學嘅牙醫團隊嚟到一間位於觀塘嘅長者中心，幫老人家檢查牙齒。即係我係個似牛周病咧，佢就話你咧就要即係要半年咧嚟洗一次牙，整整下咧自己就冇去啦。一入到去哇，睇住做咩，又要俾錢咧，就更加緊張。咁而家咧就睇咗，咁啊人係放鬆好多嘅，放鬆啲係啦。唔少長者都同趙女士一樣，因為慳錢或者地點唔方便而怕睇牙醫。團隊希望主動出擊，去到佢哋熟悉嘅地方提供服務。現階段會先由專業牙醫為參加者檢查牙齒，順便收集數據，持續訓練人工智能系統。等到技術成熟，就可以簡化程序，降低成本，直接用系統嚟影相檢查。你見唔見到有紅色、黃色同埋綠色啊？咁咧紅色咧喺晒下面，啲牙肉發炎嘅地方嚟嘅。咁其實就係刷得唔好。呢度係點刷咧？好多人都影完相之後，牙科護士會按照系統分析牙肉唔同位置健康狀況嘅結果，為長者提供個人化嘅刷牙貼士。開棚牙刷，記住係貼住牙肉邊嘅個牙刷係紅色咧。團隊亦都會透過短信將有標記嘅相發送俾長者，等佢哋參考需要改善嘅地方。咁點樣做到牙肉邊咧？做唔到㗎噃。嗱，你見後面都唔會做到㗎。呢一日，醫護人員教嘅唔止係長者，仲有義工。日後訓練完成，就會由佢哋協助講解結果，同埋教育其他市民。咁但係呢度就可能需要留意上堂嗰下啦，有講過就係記得要擘大個口，擘大啲牙齒去刷牙。其實咧，以前咧好多時細個都係聽到就係話向上刷向下刷，原來合埋個牙刷咧刷得唔夠乾淨嘅。其實係 win-win 嘅，我覺得即係除咗可以幫到老人家之外啦，其實自己都會有得着咯。意識上啊，自己行為上，其實你就會可以改善得到你對牙齒嘅認識。因為長者要嚟睇我哋牙醫啊，去我哋大學嗰邊其實係唔係太方便，咁所以我哋有個 service 就係希望就帶咗我哋嘅團隊去嗰邊，我哋希望用個科技用 AI 去幫到佢哋。咁我哋初步個統計，我哋已經係幫助超過
3000個長者去睇翻佢哋嘅口腔嗰個健康啊，睇翻佢哋個牙嗰度刷得夠唔夠乾淨。大概1成左右嘅長者，我哋已經轉介咗佢哋去真係及早去睇翻牙醫。從長者中心到學生團體，同唔同嘅機構合作，林宇恒話係希望提高社會唔同階層人士嘅口腔健康意識。除咗牙肉問題，下一步亦都會研究訓練人工智能偵測蛀牙，意識提高再配合技術普及，長遠有望減輕本港牙科體系嘅壓力。牙科就同其他疾病一樣啦，我哋有唔同嘅高危群組啦，通過咗我哋有個 AI 系統，可以簡單令到佢哋可能就係影一張相就知道自己個口腔個健康做得好唔好啊，亦都可以簡單咁可以刷翻乾淨嗰啲牙，打理好自己個口腔衞生。咁亦都見到牙醫嗰陣時候，其實就可以簡單啲，可以快啲就完成咗嗰個檢查，能夠將大部分嘅市民係變到係一個比較低危嘅群組，比較刷得可能咁乾淨啦。而我哋醫生亦都可以將我哋嘅時間就可以專注喺嗰班真係有需要嘅人士，可以幫得到佢哋。